係啦，咁你學嘅嘢會有啲化，小學武術。可能我哋啲小朋友咧，一定係讀到嗰個行為學嘅情況都係即係譬如話你可能呢個7000蚊啦，你會翻幾十萬蚊，哦，即係覺得抵啦咁樣，投機嘅。哦，你知道都好少嗰個係愛情要求復合嘅，但最後當然復合唔到嘅第一次兩三次，跟住第三次即係都未幾先幾次即係我記得講嘅時候，可能咧唔燒，可能復合到，燒咗復佢冇燒你，但係燒走咗，燒錯咗，係啦，即係我覺得有啲嘢有時真係好要大家穩定翻自己個心先，係啊，唔好亂嚟係咯。同埋咧，你哋咁樣講咗咁多故事，呢啲都同加上講話拍埋片，重重。Sugar Crush。哦，但係你會之後編出嚟啊？哇，咁核突嘅，好似喺古紙古紙地圖咁。